11月26日跑馬地賽日，第6場冠金期呢匹4歲馬今季在文家良馬房訓練，評分由52分起步。上仗響跑馬地草地4班1200米配潘頓僅敗，今仗再戰同程孭135磅出戰，呢隻馬於12檔出閘起步只能於外碟較後位置，沿途望空下以正常步速響最後400米於內欄開始發力，到最後200米拉近與馬群距離，但仍落後前馬2個身位。最後響好地至快地時間1:10.20及末段22.10僅敗於喵喵怪提下，以第2名過終點。以全日各場賽事以正常至偏慢步速下，呢場在慢標準時間內搞掂。咁嘅情況下，呢匹馬受步速影響下仍能用留後跑法下，以有咁嘅表現頗為突出。賽後報告指該區早段在沒有遮擋下走外搭，接近800米處搶口時在被志帶出較外搭之際受阻礙，其後不久再收慢以佔取至之後有遮擋的位置之際昂首。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。相關新聞提到，無偉傑馬房的喵喵怪自上季初爆大冷贏馬後，一直未有再捷，至今晚才在谷草1002米贏馬。最重要是周俊樂頭馬數字達至11場，倘若今晚何澤堯未能贏馬，他便以較多亞軍數目取得下月10日國際騎師錦標賽參賽席位。賽後喵喵怪馬主廖順康說：周俊樂之前為我另一匹愛區水戰龜贏馬，今次又為喵喵怪建功。我向來非常欣賞周俊樂，他一向騎馬十分用心。上次他騎完喵喵怪後，知道馬兒出閘後不專心，所以向我們建議用上鼻箍。另外，周俊樂又對我們表示，喵喵怪出閘好靚，不過有慢腳的情況，他便問我們可否一出閘即打馬兒一邊，讓他跟上賽事節奏。加上無偉傑用心的訓練，把馬兒的狀態提升至勇銳水準，騎練及馬房團隊都做得很好。香港其實有不少年輕騎師很有潛質，好像周俊樂、霍宏星等。喵喵怪在港一出即勝之後，不知道什麼事，未能再跑得近。無偉傑已經花了許多心機去幫助該區，希望馬兒今場再次勝出後，鼻箍幫到他之後再有頭馬見面。根據上述嘅情況，呢匹4歲澳洲馬今季開始成熟，質素頗高之馬，相信2分後期待這匹馬在文家良麾下升上3班副輕磅會更易發揮，期望能夠拿到季內第2場頭馬。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記得訂閱並推薦一下啦。11月30日沙田賽日，第6場標之極光，呢匹5歲馬今季轉倉至文家良馬房訓練，今季評分由54分起步。上仗響跑馬地草地3班1200米配艾少禮僅敗，今仗轉戰沙田3班泥地1200米，孭121磅改配蔡明少出戰。呢隻馬於11檔起步，出閘移入外碟馬群領前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響最後400米仍與天天灑落一併透出，在200米以帶離群區下，最後竟然響好地時間1:08分36及末段23.28敗於強勁對手樂勝天下提下，僅能以第2名過終點。以全日各場賽事以正常至偏快步速下，呢場在快標準時間8線完成。咁嘅情況下，呢匹馬受步速影響下，以領前跑法下，已有咁嘅表現不足。賽後報告指該區大部分途程在沒有遮擋下走外搭，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。相關新聞提到，上季至今經常上陣被熱捧，可以始終未能贏馬的姚舊樂勝天下，今午轉戰泥地賽，找來道遠因執韁，終於在早段留守在後，直路上越過一度頭的標之極光，贏得在港首場頭馬。賽後樂勝天下練馬師姚本輝說：樂勝天下上場跑谷草1里路程太長，因此今場縮程跑1002米，馬兒今場跑泥地1002米打開勝利之門，可見泥地性能不錯。我會部署此馬主攻泥地。根據上述嘅情況，呢匹5歲澳洲馬今季轉倉後狀態已見回升，質素不俗之馬期待在文家良麾下應該很快能收復失地贏得頭馬。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記得訂閱並推薦一下啦。第4名要影相啊，有埋邊熾烈神驅，外邊得心之餘。樂勝天下喺呢度打開在港勝利之門，跑第2名係標之極光，咁啊第3呢都有啲距離㗎啦。時尚風隨第4呢，入邊紅眼罩熾烈神驅同中間得心之餘要影相。望落就好似熾烈神驅就稱先多少少，不過今次12號嘅樂勝天下都贏得好輕鬆啊。杜遠欣